来关心天气，即马呢，这强烈大陆冷气团已经到台湾降落，今仔日总算是变较好天啊。气象署是讲，这款济云好天的天气呢，会维持到后礼拜一，民众会当把握这好天时啊，伫过年前拼厝内。拜五透早继续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上低温出现伫马祖，只有6.6度。不过气象署讲，日食强烈大陆冷气团就会开始减弱，各地拢会回温，会当看到日头。但是因为遮方面的关系，所以北部和东半部部分的地区也是会有雨，要到礼拜水汽才会减少。那到了礼拜天跟礼拜一的时候，其实这个水汽上开始会比较明显减少，所以各地都回复成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只有像是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那再来就是说，从下礼拜二开始的话，我们预计是会有一波锋面会有逐渐通过，那随后就是会有一些华南水汽开始有逐渐东移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降雨的一个区域上都是有比较明显增广的一个状况。气象署表示，温度回温到后礼拜二就搁要变天啊，到时会有新的冷空气落南，加上华南水汽，气温会降低，全台湾水汽也会增加，有个新的冷空气会寒到后礼拜四。礼拜一的时候，其实会是未来这一周相对是比较温暖的一个时候，在各地的高温上都是可以来到24到26度左右，算是相当的温暖。那但是到了下礼拜二之后的话，随着另外一波冷空气逐渐南下之后，我们可以像是在北台湾地区一个温度上来讲，开始会有比较明显下降的一个情形。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像是在礼拜二跟礼拜三的时候，整天气温大概就是不超过20度。因为剩3礼拜就要休过年，家家户户若要大摒扫，就要把握24、25这礼拜6礼拜的好天。气象署预告，刷落来假日大部分拢会是冬天的天气形态，敢会亲像这礼拜6礼拜回温搁好天，要搁观察，会当注意气象署上新的天气预报。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